尺寸縮短，狀態下降。兩招補氣血、壯大中筋，直達病中。經常有粉絲留言講自己嘅狀態下降嚴重，尤其呢中筋嘅尺寸呢縮短明顯，總係覺得有心無力。首先呢，大家要知道正常嘅房事，佢依賴嘅係筋脈嘅伸展同氣血嘅充養，所以呢出現咗問題，亦都要從筋脈、氣血兩方面嚟調理。《黃帝內經》有講，陰氣不容，傷於內則不起，傷於寒則陰縮。意思就係講肝脈受寒之後呢，就會直接咁影響功能嘅障礙。首先呢，肝主中筋，寒具有收攝凝滯嘅作用，所以肝嘅寒邪就會導致陰莖萎縮。另外呢，肝經貫穿小腹，環繞而陰，所以呢，肝脈受寒呢就會導致回陰區嘅陰囊萎縮，甚至呢會有抽痛感。呢類型嘅病人呢，經常有面青口唇白、精神萎靡、怕凍、頭痛等等嘅問題。呢個時候呢，就應該疏肝養氣、理氣散寒，可以參考煎肝系列方加減調理。除咗肝嘅問題呢，仲有另外一種情況就係氣血不足。中醫認為良好嘅狀態呢係需要氣血嘅充盈，如果氣血不能濡養，就好似血管咁冇血，自然就鼓唔起身啦。造成氣血不足嘅原因有縱慾過度、長期熬夜，呢類病人呢經常有神疲乏力、氣短懶言、頭暈昏沉、瞓唔好等等嘅問題。呢個時候呢就需要大補氣血，可以參考十全大補湯加減，但係一定要經過我哋嘅辨證施治，效果先至嚟得好。